款嘛是真好佚佗，继续来看到的是家己东石海之下音乐季闹咧上场，真侪民众做伙来到东石渔港的渔林码头，晒海风、耍海水、食海产、听音乐。主办单位邀请到金曲30最佳新人奖布置歌手，也个实力派歌手，带大家做伙来到家己闹热。 才拄摕到金曲奖30最佳新人奖的歌手欧日爱，用念歌的方式，伫家己2019东石海之下音乐季来表演，就算讲有落这个湿湿啊雨，不过台下的观众真热情，和歌手真欢喜，伫这个东石的渔人码头乐唱一个。 同款有金曲光环的这个实力派的歌手孙胜熙，伊真赞的歌喉，互观众是安尼听甲啪啪啪。毋但有金曲歌手小连煞来上场，也佫有参加这个选秀的节目，伫个这个泰国真红的新童，嘛有伊透清的后韵。 遮侪当咧红的歌手轮番来上场，互大家听甲有够欢喜的。 这个已经举办13年的海之下音乐季，毋但有精彩的晚会，民众佫会当来享用东石上有名的蚵仔，要互游客来东石遮吹海风、听音乐、食好食的海产，互你感觉有够赞。不要忘了，一定要吃最新鲜的东石蚵仔。如果你不吃，你就会终身遗憾。暑假若是毋知影讲要去倒佚佗，家己东石音乐季，安尼闹热滚滚，要来陪大家度过这个翕热的热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